旁边挖沟的土把它填高，你看开花出了，你看这水的时候要长苞谷了，长玉米呢，要给它添加肥料营养。哦，你看这个凤梨啊，番薯叶，空心菜，那边的是姜黄啊，它这个南瓜呢，你看天气热，它先是下过雨，根烂掉，然后枯萎掉了。这个这么多竹子就是防台风的了。尼伯特超级台风来之前，赶快把它增强。这个是姜黄啊，这凤梨啊，这个是姜黄啊，这个苋菜呢，苋菜呢，本来要放大陆内不容易，干燥很快就没办法。这番薯叶，远一点那个也是番薯叶呢，哦，不同品种啊，这个都是吃那个叶子的。这种爬得那么高的，就是一种牵牛花，叶子好像那个番薯的叶子，结果是一种牵牛花。知道农药、草药的可能也是一种药。